来看台中有一个桥倒摆民众经过台中市的文心路中德路口，常常有人开车门要落车，害这个桥倒摆民众累残，送病院急救，加载只是轻伤。这个轿车的驾驶嘛，互开罚单咯。另外，昨暗头仔苗栗有一台南马控车驶到工业区哦，也毋过南马控是留甲规世界嘛，害桥倒摆民众累残。监视器翕到，这台车停伫车道后壁，一名骑士为正平准备通过，也毋过轿车正后车门煞突然拍开，骑士去互撞到，摔倒地头下。超级危险的，我就被这种车弄了2次了。人都车子倒，人都喷走了。后面的车开过去，然后他可能没有注意到的话，就很容易会受伤。因为我有朋友有类似的经验。不少民众拢讲有拄到类似的经验，只会当家己提高警觉。警方表示，这名姓刘的骑士顶日骑机车经过台中市的文心路中德路口时，轿车后座的乘客突然拍开车门落车，骑士未负反应摔倒，好在代只是轻伤无大碍。警方也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对汽车驾驶人开罚。后方乘客未注意路况，开启车门，与直行的普重机车发生碰撞。警方提醒，开车门进前要观察马库尼亚车流通过确定安全了后，才以反手开门，和身体自然转向后壁。了后先开一旁确定无车辆，还是行程赶紧了后才开门。另外，伫苗栗东路也有骑士弄到落来的蓝马孔发生意外。本所员警已通知混凝土预拌车驾驶人到案说明，并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0条第1项第2款核实告发。警方表示，17尾仔5点左右，一台蓝马控车伫东路中兴工业区中兴路甲县道118线停等红绿灯的时，蓝马控为车座流落来。车停了后，蓝马控车无法加速离开，造成后边骑士弄到摔倒。野随驾驶也到案表示，迄当时亲像离唔到开关，造成蓝马控涉楼。警方除了以违反道交道例开罚18000以下罚金，确实的原因也要赔付清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